世界棒球经典赛，咱看到咱球迷的热情啊！你看东京巨蛋一看，差不多拢是咱台湾的乡亲呐。挺台湾，挺台湾，挺台湾。亲台湾，亲台湾，迎接 WBC 正赛头一战，大片国旗飘扬伫咧东京巨蛋，烧滚滚的气氛，就亲像来到台北大巨蛋。台湾上上叫的棒球之星，大声甲天公伯啊拢听到啊！来唱满 CT 战衫，用台湾上响来加油赞声。球场路口比赛前拢是台湾人加油的声音。我右手边呢，虽然是一般的排队队伍，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往我的左手边看，这是我们从2楼俯瞰下去的视角，可以看到这些人潮真的非常非常的夸张。人坐甲亲像高遐，看过去拢是台湾人的身影。大家同齐团结，各球迷动用民间神秘的力量来到收听。这123这边扣住，然后食指对食指，然后心里默念就好，不要喊出来。因为我上次喊出来，差点被日本人赶走。因为我看到网络上有很多人可能用拜的千万不要在台湾打者垒上有人的时候，因为这样是刺杀。讲到专业的加油团队，就想到咱台湾的啦啦队查某囡仔。觉得这边好像我们台北大巨蛋的感觉哦，就是我真的是这次来东京，我走几步路就是台湾人，然后就觉得很有亲切感。甚至含富邦现场妇女队林伟洲退休球星周淑贞嘛来观战，为先派高小球迷，希望到加油出声来做添台湾的上强靠山。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